菲律賓總統府話，曾蔭權打錯電話。今日下午4點鐘左右，我嘗試聯絡菲律賓總統，希望親身咁表達以人質為安全最先嘅要求。不過直到目前為止都未有聯絡得上。菲律賓總統原本話，由於要指揮現場行動，當日冇辦法回覆曾蔭權嘅電話，仲道歉添。點知後嚟總統府又改口，話曾蔭權事前冇透過外交部安排，而係打去總統府嘅總機，咁樣唔係正常嘅渠道。總統助理由於未能核實對方嘅身份，所以冇將電話駁俾總統。不過港府消息人士就即刻反擊，話佢哋亂噏。負責打電話嘅港府官員並唔係打總機，曾蔭權本身亦都有菲律賓總統嘅電話號碼。呢場外交戰已經提升到北京層面。菲律賓副總統原本尋日訪京，今日嚟香港，仲打算探訪受害人嘅家庭，但係訪問俾中國外交部一口拒絕，因為北京一早要求完成詳細調查報告先至訪問京港，得初步報告根本冇意義。